係黃善河同你睇天氣，先關心下內地嘅情況。清明節同週末期間，北方大部分地區嘅天氣將會晴朗同乾燥，日頭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將會降到20%以下，而南方地區嘅降水就會增多，華南、江南局部地區會有大雨。東北地區就受到冷空氣影響，除咗出現雨雪天氣之外，氣溫亦都會顯著下降。位於黑龍江嘅哈爾濱，聽日將會有雨，最高氣溫降到9度，較4月平均最高氣溫低5度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潮州、梅州、惠州、台北落雨，深圳多雲。東莞落雨，中山、江門、珠海多雲。清遠、湛江驟雨，廣州、肇慶落雨。哈爾濱落雨，瀋陽驟雨，天津、北京、石家莊天晴。南京、武漢、杭州多雲，合肥天晴。桂林、南寧落雨，貴陽、海口多雲。西安、蘭州、西寧多雲，銀川天晴。昆明落雨，重慶、烏魯木齊多雲，拉薩驟雨。而本港方面，截至夜晚7點半，預測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驟雨，氣溫介乎19至到22度，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展望隨後2-3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下星期中期日頭相當溫暖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係中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天氣講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